有中国的网红拍影片，讲伊15成功对福建驶树泥船来到咱台湾桃园大区园来登陆，插中国的五星旗了后，佮倒去。因为这个地点离5月16一对中国的白仔囝上花的所在是无介远，影片嘛看起来无造假，敢是真正弄到咱的空芳？海巡是搁在调查当中，伊嘛强调这内容是有真侪疑点需要厘清。 第大日头驶动力汽油船，中国网红山东开估讲15早2船复工为福建的海堡出发，用9点外钟，伫当日下晡2点外，家己一个人渡海到台湾。我已经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，并且将中国鲜艳的5星红旗插在了祖国深爱的这片土地上。海巡署证实，插旗地点甲桃园大园区的海堡符合，经过科技鉴定，影片无假造。 按过福建登陆到桃园的直线距离差不多95海里，海巡署评估，这人驶树林船环渡台湾海峡的可能性毋是无，按过真勉强。另外，用海巡经验来看，伫无遮的海上拍9点外钟，大部分的拍伤或者是脱水严重，真侪疑点要个调查清楚。又或者是在台湾就近，或是由在地协力人员。 摆拍摄这部分，海巡署正调阅路口监视器，协调移民署，还有国防部各种情监手段，我们正深入追查中。中国线上的白仔囝5月16电话地点，甲山东海沟港的电话所在，离只有10点9公里。 海巡署表示，树林船面积伤过细，电子波反射信号正弱。 线上的白仔囝电话时段，按巡警员伫其他所在的巡逻、手帮手甲现场，离超出用电视的范围，真需要科技辅助，各大力执法。最多是8个月有期徒刑，有的甚至更短，有的甚至是只有1颗罚金为主。那 发挥的效果有限我们希望能够从重处罚。网红电话真假也无查出来，海巡署无排除伫总统大清的5日控就职周年，中共会阁利用同款的手法甲影片进行政治作战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